後來鄉親繼續要來看的是中油的前執行長叫做池漢，涉嫌貪污將近3000萬，宣判進前棄保逃走，前後尾6天。昨日的台東太麻里一間民宿被撞到，當場還有一個幫助伊逃亡的男子。即擺檢警正咧調查伊的逃亡計劃，要了解這段時間有偌濟人甲接應，是毋是有幕後的樁腳人？看到真濟檢警，中油煉製事業部前鎮長池漢，敢若閣想要為後壁門頭走，毋過含伊作為逃亡的一位林先生先叫抓，伊落尾嘛叫壓制。過程中池漢大聲喝喲，心臟病，愛警察兩手。為什麼逃跑？池漢穿黑色袖ผ้掛嘴暗目鏡，面對記者問話，攏點點點。伊涉嫌食錢食要3000萬，宣判進前破壞電子卡扣，棄保逃走。昨尾暗暝佇咧台東扣抓到，逃亡生活行到一個坎站。池漢和一位姓林的通緝犯，昨尾暗暝6點外，佇咧台東金峰鄉和太麻里鄉的交界扣抓。暗時夜10點半左右，到高雄南仔溪分局，昨暝1點35以上，1點51送到橋頭地檢署。走6天，將規被扣抓，檢警經過搜索，嘛找到伊拼起晒卡扣。伊19號先為高雄南仔溪徛家厝坐火車落南去屏東潮州，佮佇咧潮州街買4粒便當了後，坐客運車去屏東萬民鄉。下晡1點55分左右，震動電子卡扣，就失去信號地點。隨後，就佇咧萬民鄉公所中正路附近坐白車離開，走到台東民宿裡，過程攏總差不多160公里。3月21日尋回遭丟棄的電子腳鐐，還有手機各1支，向法院申請羈押，並禁止接見通信。經過了解，池漢走路進前和一位姓林的查某朋友2人真濟擺落南含去台東看落草。19號2人面會了後，池漢就開始走。姓林的查某朋友是轉去大寮大所在。20號檢警已經去因兜抓到人，即馬羈押。姓林的通緝犯和這一位查某朋友攏是高雄大寮人，因是安怎熟悉的，閣佇咧調查。中油上貪心的執行長棄保逃走，如今扣抓到，愛為家己的行為負責任。毋過走路時先怎買4粒便當，有幾個人到直接。相關案情，檢警會閣繼續調查到底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